后来注这个公费流感预防车人数超过侪，引起着民怨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可能是卫福部长陈时中带头注射，才会造成逼倒。外界质疑苏贞昌把责任拢撒予陈时中，陈时中敢无委屈的？阿中部长讲，这有啥物好委屈的呢？国民党的立委不满政府开放着含3肉精的美国猪来进口，第4届占领立法院的议场杯葛议事。苏贞昌批评讲，安尼妨害着其他党的立委行使职权，是国人同胞上无愿意看到的立委的作为。议场搁再一届出现总统蔡英文加行政院长苏贞昌的人形牌啊！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党团不满政府开放含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，要来对这苏贞昌的施政报告。国民党立委霸占立场，唱歌喧闹，也妨害了其他党的立委行使职权，却又每天领那么多钱，相信是国人同胞最不愿意看到的立法委员行径。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更可怕。我们关心的是国人食安，他只关心到这个薪水的事情，我觉得他格局太低。虽然国民党的内部有出现多个声音，不过人真正有较无够，因为坦白承认，就需要民众党来斗联署才有机会。不过苏贞昌即马唔若袂当上台报告，如今连公费流感疫苗无够民众来得住，才是互伊更加烦恼。陈时中部长一开始捡起袖子施打，做很好的示范。但这就有点像真的是请客吃饭，主人家又怕客人不来结果热情邀约，客人又超乎预期，就是台语说的“逼倒”了。这有什么作为？我示范作用的话，那应该是65岁以上的人打的比较多吧。外界解读，这敢是苏贞昌在提责任，不过陈时中并无安尼想，伊原来强调。今年要做疫苗，并无分阶段实施，只是希望在天气变冷之前，会让赶紧完成建立流感群体免疫的目标。